快樂工程嘅理念咧，係以專業、誠信為客戶創造安全可靠嘅工程體驗。快樂工程咧係成立於1971年嘅，專注電氣、機械、空調、消防及屋宇裝備嘅工程項目。公司致力咧幫客戶解決各類嘅工程難題，提供專業嘅意見同埋技術方案。團隊咧有經驗豐富，能夠針對不同嘅困難，幫客戶解決所有嘅工程。快樂工程嘅品牌精神咧係堅持信念、優質服務、安全至上。而家我哋開始添置一啲轉動機械人，幫助工人咧能夠更安全完成工程，提升所有工人嘅人身安全。唔單止係體驗對安全嘅重視，亦都發展到為公司追求創新同埋進步嘅態度。例如屋苑啦、商場等啦，安裝成本咧比較低，慢慢咁充電嘅。直流充電樁咧就比較適合公眾場所啊，同埋快充電站。充電嘅速度咧就幾十分鐘就可以充到啦。我哋嘅技術咧嘅產品係可以幫助客戶一站式解決充電嘅問題嘅，市場競爭力咧係非常之高。最大嘅困難同挑戰咧，1997年電燈大樓嘅工程咧係好經典嘅。當時正就係香港回歸嘅時間，工人咧嚴重短缺，大部分嘅人咧去咗機場去完成工程，但係我哋咧就用團隊少量嘅優質人手，日以繼夜去堅持完成電氣工程，證明咗我哋嘅專業精神同埋解難嘅能力嘅。未來目標嘅方向咧，我哋持續去提升我哋技術能力啦，拓展智慧嘅機電同埋綠色工程市場嘅。咁我哋咧會盡量會用一啲自動嘅機械人去幫助工人去完成嘅工程啦。我哋咧會將部分嘅工程咧會喺內地組裝咗，然後咧拎翻嚟香港咧再做裝嵌，希望可以減少工人嘅依賴，幫助香港咧增加競爭力。我哋快樂工程咧嘅經營之道咧就係重視團隊嘅合作啦，持續再培訓啦，以誠信、服務質素為核心，希望幫到呢個香港工程界盡一分力。